大家好，呢個戶型我非常之中意啦，個人嚟講，因為115方咧，呢度門口全部係唔計面積嘅，自己屋企嘅面積。好啦，呢度先真正係我哋入戶門，同大家睇下呢套房咧就係交樓嘅樣啦，冇任何軟裝，冇家私電器，就係交樓俾你嘅樣啦。我哋睇到呢啲廚房嘅推拉門咧，你可以平時咁樣打開，都可以推開封埋都可以嘅。平時唔用咧就打開，同埋呢啲咧係可以攞嚟充電嘅。擺去手機就自動會充電啦，同埋一樣咧，呢啲智慧型嘅屏幕，每一間房都係有配套嘅。你可以睇到，如果你着鞋時咧，可以撳低呼叫電梯啦，佢就可以電梯個 lift 等埋我哋啦。同埋可以睇到，我哋啲房要離開啦，要出門啦，就可以自動關閉啲電器，同埋可以睇到園林啲小區兒童遊樂園玩嘅情況。可以實時監控到老人小朋友，呢個就係佢智慧嘅亮點啦。好，呢個3個房間我哋睇下，第一間主人房咧係大啲嘅，呢間客房細少少，10個方度。我哋睇到呢個客廳出邊嘅大陽台係連通咗一個9個方嘅大平台，嗰個大平台就係無人機平台啦，唔計入面積嘅。咁呢間客房咧係連通到呢個平台嘅。如果你第日需要無人機配送快遞，佢就會停送喺呢度啦。好，呢邊第一個客位睇到都係裝修標準，好新淨嘅。入嚟呢度主人房嘅空間，呢度係預留咗做衣櫃嘅位置。呢個房間嘅採光面都非常之闊嘅。好，如果你感興趣華發珠海灣嘅樓盤，歡迎你聯繫我哋，同你發送更具體嘅資料。我哋而家睇到出邊咧有一棟樓，以後係我哋養老中心，更多具體消息歡迎聯繫我哋後台啦。